樓市增建抵抑或假反彈啦，關鍵要睇未來嘅前景。房屋局公布2025年長遠房屋策略週年進度報告，推算未來10年本港嘅房屋需求最新估計係42萬個，數字上創出2013年作出估算之後嘅新低。透過呢份報告，其實仲有其他嘅趨勢可以歸納出嚟㗎，可以同大家剖析一下。根據房屋局嘅估計未來10年本港嘅住屋需求係42萬個，按年減少2萬個，幅度大概半成，睇落就唔算好誇張。但實情呢個數字創出自2013年之後，政府重新再做長遠房屋評估之後嘅新低。組成數字嘅背後，政府一直係按4大準則嚟推算，包括因應本港生產總值作經濟指標嚟推算住戶數目淨增長，亦都有受重建影響而產生住屋需求嘅重建戶。仲有住喺環境惡劣譬如劏房而需要係搬屋嘅住戶，以及其他譬如海外學生等等產生嘅需求。其中住戶數目淨增長一環，政府估計會進一步回落去到19萬4千個，代表一年本港只係得1萬9千個新增住戶。數字上唔單止係比舊年回落大概2%，亦都如果同全盛時期嘅2013年相比，當時估算29萬4千個。等於足足回落咗10萬個，跌幅係3%。重建戶嘅需求都大幅回落，估計未來10年只係得52,500個受重建影響而要揾屋搬而產生新嘅住戶需求。但受制於私人重建活動減慢，令到相關需求預算都按年回落咗2成9，亦都創出咗自2015年以嚟嘅紀錄新低。但係點解當兩方面嘅需求都大幅下降嘅時候，點解整體大數就好似冇乜點跌咁呢？其實背後同其他環節嘅需求量大升有關，當中最明顯就係嚟香港讀書嘅境外學生。政府估計未來10年會有15000個相關學生嘅住宿需求，按年有1590個，按年增加4.7%。如果同最低位嘅時候2013年估計大概5000個需求去計算嘅話，增幅係等於超過2倍以上。此消彼長之下，令到需求能夠穩住42萬個，而未至於大幅回落。呢點都解釋點解學城區附近嘅住宅特別吃香，同埋點解大家都轉工興建學生宿舍，同時都側面反映，連政府都相信境外客會撐起本地市場。未來10年本港嘅房屋需求估計係42萬個。政府繼續維持7:3比嚟推算公營房屋同埋私樓嘅比例，所以當估計有29萬4千個單位係公營房屋嘅需求嘅時候，私樓需求就係12萬6千個，亦都等於1年會吸納大概12600個私樓單位。發展局同埋地政總署喺制定每年土地供應嘅時候，都會以呢一個嘅長策會方向作為推算嘅準則，所以可以想像到推地都會因此減少去到12600個。問題係政府估算私樓需求12600個嘅數字上高，亦都創出咗紀錄新低。因為以全盛時期一年推19000個私樓土地目標嚟計算，而家等於回落咗3.4%。過去5年平均一手市場嘅吸納量係14959個，政府一年只係推12600個單位嘅土地，證明數字上少於實際需求。喺目前一手全新庫存超過10萬個，發展商成手貨積極去減磅去庫存嘅時候，政府喺土地市場上高少推幾千個單位，睇落就冇乜太大影響。而政府亦都可以借機減少推地作為托市嘅手法。但過多幾年之後，會唔會有斷層呢？呢點就值得考慮。私樓土地供應包括政府個土地、一鐵一局同埋私人市場嘅重建項目。而近幾年都睇得出政府減少主動推地。私樓供應能唔能夠達標，往往側重於私人重建項目，但從今年嘅報告裏邊就反映出私樓重建嘅步伐都會減慢。重建戶需求大幅回落，背後係同受私樓重建緩慢所影響，拆私樓而衍生嘅住戶需求都減少。未來10年估計只係得22200個單位，按年大減4.5%，亦都創出咗紀錄新低。呢點都間接反映私人市場重建嘅步伐都係減慢㗎。喺呢個情況下，政府要繼續維持土地達標，就要喺下年度只能夠推出更多自己嘅土地，而唔能夠單靠私人市場嘅力量。
今日先傾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睇呢類樓市短評、一二手揀到攻略同埋樓市深度調查報導，就記住訂閱我哋胡說樓市 YouTube 頻道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最重要係 CLS，下次出片咧你就唔會錯過啦。今日先傾到呢度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Yahoo!